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好。上凡由你選，來到第5集，多謝大番薯的交通頻道建議九巴48鐵這條路線，並得到33位觀眾的 like 支持，成為今集我們的主角。話說運輸署在2016至2017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建議，於繁忙時間增設400XD 特別班次，編號為48鐵，來往深井及沙田和蛇，把深井及青山公路一帶納入城門隧道巴士路線網絡。一方面提供直接的巴士服務，而另一方面可方便乘客利用城隧轉車站往來深井及新界東。路線經商議後再有修改。最終48鐵於2017年4月24日開辦，來往深井、青龍頭及沙田和蛇，途經龍翠園、碧堤半島、麗城花園、荃灣站、城門隧道轉車站及沙田市中心。48鐵不經大窩口及梨木樹，比48X 更快到達城門隧道及沙田市中心，能舒緩48X 於繁忙時間的擠迫情況。48鐵開辦時已提供上下午繁忙時間各對開一班車，方便荃灣西約往沙田及新界東及沙田往深井之通勤需要。2020年為配合駿洋邨入伙，48鐵由和蛇總站遷往該處。2021年修改走線，新增荃景圍天橋及大涌道福來邨兩站及來回方向各增至2班車。2024年往火炭駿洋邨方向再增至3班車，可見48鐵的需求正與日俱增呢。現時48鐵於星期1至5 7點15分、7點30分、7點45分及下午5點45分、下午6點15分，由青龍頭豪景花園開出往火炭駿洋邨及7點35分、8點05分及下午6點05分、下午6點35分由火炭駿洋邨返回豪景花園商場。星期6日及公眾假期不設服務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48P 只需60分鐘就到達火炭駿洋邨啦。這班新增的7:30分班次都有不少乘客，上層都坐滿的。主要客源在青山公路及麗城花園一帶，而部分走線雖與 48X 相同，但相同的車費及較進取的走線，能成功吸引完 48X 之乘客轉頭，相信 48P 仍有空間增加班次的。今集就到此為止了。至於下集是什麼路線呢？就靠大家再建議和俾 like 啦。多謝你們的收看。